有3個大學生相招去屏東馬家鄉牛角灣溪水搶生水，幾個人吐水死亡。搜救大地提醒講，這是高風險水域，袂當生水。早起17有一台拖車載直升機經過車路時陣，呼嚕皮啊去見到電纜線，也弄到監視器，車路無號誌，警方隨來指揮交通。中度風台被海地上緊拜5發布海上警報，拜6禮拜影響台灣上邊境，北部含山區一寡所在可能會落大水雨。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8月初3AM新聞，我是嘉豪。新聞一開始，趕緊來關心到這生水的意外。這屏東的山區初3早起傳出到這吐水意外，3個大學生呢，相招去到馬家鄉的牛角灣溪水搶區生水，其中一個人介紹是去砸到水着驚，就安尼死就沉落去水底。消防人員甲人救起來時陣，已經無喘氣心跳，送病院也是救無回來。特殊大隊就表示講呢，這牛角灣溪水搶區上蓋深的所在有超過3米，是縣政府公告的高風險水域，這是袂當生水。搜救人員衝落去水底，找到吐水的大學生，大家趕緊用鎖啊，甲人救起來岸頂做急救。屏東馬家鄉的牛角灣溪水搶區，早起8點多傳出吐水意外，3名高雄的查甫大學生相招來遮生水，其中一人敢若因為砸到水着驚沉落，救起來時陣已經無喘氣心跳。他就沉在下面，對我下去用繩子把他固定，就直接請岸上的夥伴把他拉上來，將溺者拉至上岸。那患者以歐卡，並實施 CPR 搶救。那男性約20歲。雖望消防趕到幾那急救，那個人送病院，不過尾手也是救無回來。根據消防局統計，屏東縣今年到今已經相繼發生5件吐水意外，造成5人亡生，其中馬家鄉就佔3件。特殊大隊表示，牛角灣溪水搶區分做3站，每站攏有徛禁止生水的告示牌甲救生箍啊。第2站起的深度攏超過3米，是縣府公告的高風險水域，真正無適合生水。就有可能會有一些漩渦，那民眾如果靠近那個深潭比較深的地方，或是瀑布水流下流的地方，往下流的地方，它可能會被吸進去的風險。一定要注意你們自己的安全，依據我們所告示的一些的牌子來去，在這個地方來遊玩啊，不要戲水。雖然有採告示牌提醒，不過天氣熱，牛角灣溪遮也是照常有人在生水。消防局表示，休熱若當到假日時，因攏有安排巡邏宣導，不過無法度24點鐘攏有人在顧，請民眾唔通冒險用性命來講生笑。記者郭明哲、柯家族、張用屏東採訪報道。來看新北市今早起呢，有一台拖車載中華科大直升機要去新德校區，在咧路口時陣呢，這呼嚕皮啊煞去見到電纜線，害交通號誌害去，佫弄到監視器。警方隨派人來到現場交通管制，台電也派人搶修。這拖車的駕駛呢，因為無申請臨時通行證，警方依法該依法。民眾賽車經過新北市區，看到一台拖車載印中華科大之因為直升機，想不到機頂的普拉皮拉竟然搞到電線扣落來。這罕見的車禍事故發生在初3早起9點左右，拖車載一隻無包的直升機駛在實際大東路一段，結果直升機普拉皮拉升至9路電線，造成交通號誌故障，佫會到監視器。現場畫面因看到直升機卡在街路，細地駕駛趕緊落車，空手將電線刷開，看起來真危險。直接去徒手拉那個電線，對，我覺得其實感覺挺危險的，因為不知道會不會有電嘛，因為其實當下。我看到當下紅綠燈還是有在作用的，對，但後來應該是有先做斷電，然後才去做拉線的動作這樣子。來到事發現場，直升機勾落電纜線，導致汐止的大同路一段跟南陽街的交通號誌出現故障，而過了好幾個小時，對面的交通號誌仍停擺無法使用，現場的工作人員持續搶修。警方派人到場交通管制，也通知台電到場處理。在10點35分擺渡電線，警方也對細地駕駛揪緝但是連暗過細地駕駛提不出臨時通行證，遭到起發。中華科大回應，這直升機頂禮拜日完全國機能競賽，測定了後要運登新德校區。事故原因是土運公司所示，將對直升機損毀後續由相關單位協商賠償。記者綜合報道。
今日閣再傳出這幼稚園虐待囡仔案件，就家長指控講囡仔互老師不當管教，面含頷頸攏有傷痕。今日市政府強調，接到消息的過當天就開始行政調查咯。那家長也已經提告專案檢警轉來偵辦。細漢囡仔面有手咬痕，家人一間幼兒園，互家長指控不當管教，囡仔叫老師電頷頸關入去便所，閣因為安尼唔敢去上課。因為家人進前早發生幼兒園的集體不當管教案件，這個案件閣再引起市府的重視。就是要盡快的開我們的認定委員會，然後給予這個老師或以及這個園方該有的一些連帶的一些懲處。希望在本週內，然後把這個程序把它走完。7月15號的晚間，教育處有接到這樣的一個通知哈，那我們第一時間就啟動這個證據的保全以及確保幼兒的安全。我們在7月16號即刻就聯絡了這個園方，請他交出這個監視器。市長謝國良閣聲明零容忍的態度，強調會趕緊調查。對指控幼兒園表示，涉案的老師是畢業了後頭一個工作，真有教學的熱情，只是方法無好，案發了後已經離職。我們如果有確立的是老師有不當管教，那我們在當初的協議中，我們就想說，我們就會協議說是老師就停職，等於說他革職了，已經沒有在這邊了。因為這陣仔家人甲台北陸續發生幼兒園不當管教案件，幼教團體是煩惱要招聘老師會更加困難。第一個叫比例原則，第二個就是一定會產生蝴蝶效應。蝴蝶效應就是大家都嚇死了嘛，就沒有人要當幼教老師。這一定是雪上加霜，我給你打包票，這個實質化會越來越嚴重。專家嘛講，教育現場已經出現人力車案的問題。家人這個案件除了市政府行政調查以外，因為家長已經提告傷害，檢警嘛當地偵辦。記者採訪報道。有致癌成分的油呢，到今也未收煞。這台中地方法院指出講，大塘5月時陣就驗到中煉的油呢，進口這黃豆粗油原料分偏比超標7倍，隨退倒轉去。不過這哪樣就批評講呢？這大塘是國營事業，為怎樣無通報，而且佫暗崁？因那大塘強調超標是原料，食管法無規定講愛通報，這部分呢應該愛由中煉來主動通報才對。因那經濟部也講呢，是按議題是需要證人來看過，敢有需要通報義務，這攏有相關的規定。中煉問題油的代誌是繼續炭燒。台中地方法院初一就也講，大塘伫咧5月就驗出中煉油脂311油造的粗油分辨比超過標準7倍，詳細退回拒絕接收。啊，毋過國民黨就質疑講，絕無看到大塘通報後在地台南市政府，認為有食案的嫌疑。經濟部甲大塘攏強調，超過標準的原料並不是食管法通報的目標。當下就拒絕收這批油，那這個油的所有權跟管理權都屬於中煉。那根據食管法的規定，這個中煉要負責去通報，連檢察官都認為應該是由中煉來通報。食藥署早在2024年3月11號就向食品業者清楚說明，只要發現原料或產品有危害食品安全之虞，就應立即停止使用、停止製造，並主動通報主管機關。難道要等人民吃下肚，再來一句深感遺憾嗎？國民黨團就批評國營事業的大塘是安怎會當作無看，互民眾食過外國以上的毒油。也那民進黨是講大塘確實唔是法定義務的通報人，啊，毋過日後會針對原料是唔是愛跨機關提前做風險的預警，嘛認為會當納入討論。也那國民黨的地方省長最近是講7月初4中煉總經理吳凌聰參加衛福部的專家會議，會議背後有問神小天。也那即馬閣逼出來。其實前一天，伊嘛共款坐佇咧台中市府吊開的油品事件改善會議。我們的報告全程公開已經釋出，就業者為什麼會犯下這些錯誤造成致癌油進行調查。怎麼會7月4號參加衛福部的叫做門神？那7月3號參加台中市的會議，那台中市政府了就一句話全部都不講。我相信整個問題點是在於說，為什麼製造商中煉他為什麼
拖了1個多月的時間。對問神燒天這個講法是毋是有相同標準？台中市府強調，兩場會議性質無同，尤其中央訂定使用問題油無夠20%唔免落市的政策決策過程，並無邀請地方來參與，嘛要求愛公開相關的會議記錄，交決策的依據。記者綜合報道。來看這感覺足危險，這雲林的這水拿台151線道後烏段昨早起呢，一台貨車和一台遙控無人機相撞，警方是用一般的交通事故來處理。無人機協會表示講，雖然佇咧寬闊所在操作這遙控無人機無違法，不過協會也呼籲民眾，若準備操作大型的飛行器，上好是去無人機的考場會較安全。大貨車咧行一個物件向位頭前飛過來，直接撞到車頭，致使車頭小可碎掉。貨車司機趕緊停車看，才發現撞來是一台遙控無人機。警方初二早起8點左右接到報案，佮用一般的交通事故來辦理。經初步了解，事故現場為一部自大貨車與一架遙控飛機發生碰撞。警方已完成現場勘查、測繪及相關資料蒐證，並依法製作交通事故記錄。在飛行跟降落的時候，可能比較吃那個風。如果說今天風比較稍微大一點的時候，降落要飄降的時候，比較容易在觸地前被側風吹，比較難降落這樣。這個遙控無人機的車禍發生在雲林水拿鄉151線道後後段，為安全，一般人都會選擇在合法佮安全所在來練習。台灣福爾摩沙無人飛行器協會表示，照重量250公克以下小型遙控無人機應免註冊，250公克以上遙控無人機愛註冊，在空曠所在產業道路、河道邊都能操作。固定翼飛機不一樣，固定飛機它需要滑行的跑道，那越大越重的飛機，它的跑道距離就越遠。所以今天這個事故可以看得出，就是這個還象徵的 F-16 80公分導風扇，它的重量跟起飛速度距離都要比較大一點。所以它可能在我們一般的產業道路上飛行，不是應該是沒有問題，只是說如果臨時有車進來，摩托車、人行，這個都會比較難避免。無人飛行器協會講，在雲林真濟地區飛行無違法，不過也是鼓勵大家，若是大型飛行器，也是建議選擇合法無人機考場練習，或者是操作，將減少同款的案件佮發生。記者綜合報道。遮濟民眾會佇咧外國網站買物件，寄入到台灣這包裹呢，攏愛使用實名認證 App EasyWay，刷票出廣告主證據收錢的證據。也若這關務署今仔日有駁回，講 EasyWay 袂甲民眾收錢，是報關行支付相關的服務費用。也若 EasyWay 背後呢是民營企業，關務署長彭英偉也強調 ，EasyWay 有自身安全保護機制，通過國際認證和政府的測試。民眾佇網絡買國外物件直接送台灣的時陣，常常會使用通關認證工具EasyWay易理位，其中實名認證等法定通關天數是由民營公司關務網絡建立甲營運，收費機制表面上相關服務費是由報關業者負擔，不過，互人質疑到尾成本可能原來會轉予消費者。EasyWay 的費用、電信認證整的相關費用。就是跟報關業者來索取。任何新增的營運成本都可能反映在物流上、服務上、商品價值上，最後當然仍有機會由消費者來承擔。這次的議題不是只是說消費者自行吸收，而是說這樣的制度是不是能夠符合建立在這個合理的這個管控還有監督上面。雖然關務署駁回EasyWay不是強制使用，會當透過傳統紙本委任書辦理。不過學者講，既然都已經網絡買物件，民眾當然袂閣用麻煩的紙本程序，呼籲政府應該兼顧行政效率加民眾的權利保障。這間關務公司目前財政部持股佔比達到36.1%，是上大股東。雖然政府強調EasyWay符合國際認證，納入國家級監控，不過有750多萬的用戶，也引起外界對個資外泄的疑慮。是的確有收集到民眾的個資，但關貿公司它通過 ISO 27001資安的一個國際認證，而且它依照個資法跟資安的一個規定來建制營運。我覺得民眾比較擔心說，我有這麼多的資料都在那邊，然後你又非第三方，那你有沒有可能，比如說有內鬼或者是說你被駭客入侵？所以我覺得，也許這一邊的話，也許關貿這邊可以在。可能可以再做更多的一些相關的資安的一些常見制，或者說比如說滲透
鑑識的報告啊。專家建議，無定定會當每一季做滲透測試的報告，佮檢視所謂韌性是毋是有夠。像講拄到熊熊斷網，還是海客入侵，需要偌久會當擱再運作。面對爭議，關務署嘛表示，即馬的制度運作超過10年，確實是需要重大政策調整。佮答應3個月內評估甲以為收歸公營的可行性。記者採訪報道。對着阮的鏡頭來看，在地上大條，講到這捷運萬大線第一期工程進度已經完成8成5路，行雙北市場做伙汽車按算明年底會完工。那中正紀念堂到中和區中呢，本地坐公車愛開40分鐘，未來捷運若準通車，只要14分鐘就當到位啊。捷運萬大線經過幾多年的時間，預計在明年年底完工。車三雙北市場做伙汽載列車，期待會讓雙北生活口啊更加利便。老先生呢，通常如果說沒有一個良好的交通設施的話，他就變成困在家裡，或者只有在周圍移動。但有了捷運之後呢，他以後就可以擴張他的那個生活圈。萬大線1期工程會連接台北、中正區、萬華區，一直到新北、永和、中和到土城區，全長差不多有9.5公里。西高的地下車站含一個機場，開發基地相關的招商攏已經完成，預估投資的總金額會來到500億。我一直希望說，萬大中和線如果及早完工，就會疏解我們板南線10%的運量。10%多少？按照我們現在的估計是6萬多人了，但三民線再加進來，我看了，搞不好都會到7萬8萬人都不一定。新進的10台列車，我們一定會優先來滿足板南還有淡水，我們馬上就會啟動還路於民，我們就會把相關的這些違例啊等等，我們就會來把它撤除，讓住戶居民能夠盡快的回復到正常生活。因為捷運萬大線屬全自動無人駕駛系統，透過無線通訊式列車控制技術，閣有行控中心監控來營運。學者表示，無人駕駛系統的技術成熟免傷煩惱。不過，萬大線捷運的相關接運系統就要做好，才通發揮萬大線上大的效益。接駁轉乘的這個設施，多方面的這個整合，才能夠吸引通勤族使用，也讓他投資能夠發揮更大的效益。學者嘛指出，未來萬大線順利通車，唔但會當縮短雙北民眾交通的時間，嘛會當互淨零碳排的目標，佮向前行一步。記者綜合報道。昨高雄閣再公布新增加2例帶病入境的天狗症病例，是一對住佇嘉善的越南新住民媽媽和查某囝，因7月初有登去越南探親，回來到台灣了後就開始發燒啊，漸漸確定是去餵到這天狗症。不過當初看醫生的時陣，伊無講到講因有登過越南的這個旅遊史，互政府罰1萬塊。工作人員順大街小巷咧噴藥啊防治，這個月初2高雄新增加2例，境外移入的天狗症確定病例，累計境外已經達到15例。新增加確診的個案是一對越南籍的母仔囝。住佇嘉善區，7月登去越南探親，7月底回國了後，老母先出現發燒的症狀，家己食藥啊無改善，去互醫生看了，才確診。查某囝是佇個老母確診前2天，家屬帶去診所看病，煞無佇第一時間，甲醫生講伊有出國，一直到老母確診了後，佇咧做疫調接觸史的時陣，才發現目前2個人攏已經住院隔離中。防疫團隊已完成各項防治工作，經疫調發現家屬帶女兒就醫時，未告知近期越南旅遊史，已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31條，將依法裁處新台幣1萬元。高雄市政府提醒，依照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民眾入境也是返國了後出現發燒、目額凹的痛等疑似的症頭，攏應該主動甲醫生講。這個確診個案的家屬，就是因為無配合疫調，提供正確的資訊，去互人罰1萬塊。即馬是用義工吼，甲阮的鄰長吼出來利用啦，攏總有含一寡有積水啦，清洗的，甲清掃一寡垃圾，攏有啦。市府發現嘉善區最近蠓蟲明顯變濟，捌佇附近徛過巷路掠到白卡蠓啊的生蟲，嘛有發現真濟生水鼠的物件，會繼續追查周邊的狀況，嘛針對拓生的熱點進行清除、噴藥甲檢舉。記者綜合報道。聯邦地檢署當咧查這毒品案，發現講媽祖查到的毒品呢，攏是用假或者是當作行李咧運，甚至有賊人偷走。佇台灣掠到有烏道背景的賣毒集團，昨日嫌犯有4個人防守啊。
警方大陣人馬全副武裝攻破細判的嫌犯佇糖園徛家，這是檢警咧偵辦販毒案，因為細判的嫌犯涉嫌將毒品運到離島連江縣。潘姓藥頭的部分經我們調查它是綁在大腿內側，2級安非他命毒品。連江地檢署前日偵辦真濟件毒品案，發現毒品攏是為一名連江在地細腔的藥販提供，這毒品攏是為台灣高價的高行李託運，也是直接載在身上送到連江縣。其中一個供貨來源就是夾毒品的細棟的嫌犯，另外一個就是這個細判的嫌犯。逐層向上溯源，得知具幫派身份之潘姓犯前等人，以人體夾帶及寄送毒郵包等運輸方式，提供毒品給連江地區的毒販。警方也查出細判的嫌犯毒品的頂油是有幫派背景的細黃嫌犯等等的人，檢舉上時佇桃園、台中進行搜查，攏總甲細黃的嫌犯等等12人抓回來，查到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比子等等大批的毒品，其中伊托比子的原液會當套做5700粒宋氏煙彈，專案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等的罪嫌偵辦。記者綜合報道。有家長指控講，帶囡仔去到台南一個正出名的農場去遐耍這灌風的城堡，所有7個囡仔因為這設施破風掉佇內面，加在囡仔無安怎，要遊客反映講耍水的時陣有穿這救生衫，想袂到這救生衫真垃圾也真臭，業者講會趕緊來改善。休熱期間，袂少家長會帶囡仔出外耍水透心涼。初期有民眾去台南有名的農場景點，家長在網絡發文控訴囡仔咧園區耍灌風城堡，這設施竟然有破坑，就安尼拿落去。迄陣有7個囡仔咧內面，漏風互囡仔掉咧內底，家長隨趕去救，加在囡仔救出來無着傷，這過程互家長驚甲要死。畢竟氣墊東西，萬一一個針，比如小朋友有些會玩一些針啊，萬一刺破了。那對小朋友整個從上面那垮下來，這都是個非常的一個危害。農場經濟唔那這站，有遊客指出，假期除了買門票，佮另外開100塊體驗水上遊戲，準備穿救生衣。現場看到真濟領救生衣攏阿里阿雜救臭味，互遊客帶一個無一領敢穿。農場官方的小編嘛留話回實咧，業者回應救生衣攏有定期咧整理和換新的。那灌風城堡主要是囡仔傷濟，就安尼站袂掉。每一件都非常的髒，非常的臭，非常的黑，很惡心。因為我們有帶小孩，所以其實覺得蠻困擾的，怎麼會收了錢還這樣？那我們也要求廠商要把這個氣墊給完全的換掉安全性一定是我們廠方最要求的部分對於遊客呢針對這個部分如果認為有這個髒污的部分呢，那我們廠方那也決定把這批救生衣全部都換掉。這間知名農場佇大內已經有30外棟啊，意外和衛生問題小連鎖壁，這家長希望業者唔通干那收門票賺錢，嘛通重視遊樂設施的安全性和公共衛生。業者講未來換新的設施，嘛會加強人數管控。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公司的醫生和立委提案，講要來改台，甚至是凍結超過10億，有超過50名公司的製作人發起聯署，還有守護公共媒體唔通台醫生。那公司的董事長歐元輝今仔日佇個廣播節目頂頭表示，那準立法院賣台公司的醫生，願意9月開始就無要領薪水。那有學者是認為講，這公司的資金那準無穩定，就會影響到伊的獨立性。就8月底之前要做處理嘛，那我可以就以不領薪水為條件，如果立院願意同意讓公司的預算的話，你願意就對了。對，我願意。公司董事長侯元輝話聲，希望立法院應賣煽動公司預算，家己願意9月開始無領薪水，顯就是公司預算互立法院提限，刪減甲凍結超過10億，有超過50名公司製作人發起聯署，呼籲立法院守護公媒賣煽動預算。哪一個單位？他如果他的預算有被處理的話，他應該是來跟立法院來做說明，還有你要拿出更好的成績。竟然呢，現在變成一個說發動聯署，想要來做情勒。藍白為什麼甘心做中國的在台協力者呢？我再說一次，沒了公視，難道要逼台灣人看央視嗎？應當來支持自己的國家電視台。
吳翠瑤認為，透過連鎖演電現無共款的聲音，廣東團強調，最後攏是同個公司來水平都有改動空間。王鴻培講，大罷免期間，台記台專題報道，基隆市長賈國良罷免案有無公正的所在，擱質疑文化部長李遠提公司當初競選有特定政治立場問題。公事不是不可以報，但是在報的時候，那就他必須要注意到他的所謂的公平性跟客觀性。主事的包括文化部、包括行政院，他們這些太強調所謂的執政黨的所謂的色彩。如果資金不穩定的話，公司的營運以及他的整個的立場，他就會受到影響。董事會沒選出來，這不是公司的問題，那他用這個理由來刪預算，那這個也是很不合理的。林立群認為，公司內容製造問題影響公司自主委員會甲 NCC 申訴，有制度性管道來督促公司維持獨立性。一個媒體，你要說他都不會犯錯，這大概也很難。重要的應該是說，我們願不願意對我們可能做出的疏失進行改進。何元輝建議，未來若對反映有共識，應參考日本 NHK 制度，透過向民眾收固定比例收視費，讓資金來源獨立，降低受政黨輪替影響。記者綜合報道。講到日票，最近一直咧辣欠起碼出現164塊日票換1塊的比金。為了防止這日票繼續變動，日本財務省和美國的財政部做伙來出手干涉。那這美國總統川普就表示，美國援助是展現兩個友誼，而且對全世界經濟都有幫助。日票匯率頂日1日半，包括164塊日票對1塊美金。履行為40年的新價，嚴重衝擊日本經濟，迫使政府不得不叫盟友聯手解決。We're very strong, very, very strong financially. They are, they have a weakening yen, and they wanted a little bit of help, and we're always there for Japan. 美國總統川普昨日證實，美國已經出手甲日本聯手干預會期。Financial benefit, and it's also good for the world economy. 其實，這場罕見的聯手互惠，早佇幾日前就有預兆。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7月31日召開內閣會議的時，向翕到筆記本中特別標註購買50億至100億美金的日票的代辦事項。事後，貝森特也發文強調，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美日同盟當堅定對抗市場無特殊的變動。Japan wanted to. It was reall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t was a signal of friendship. 美日兩國聯手進場買日票，從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雙方計劃30年，各一擺公布出手支持日票的走勢。消息指出，美金對日票匯價曾經回升，聯繫美國跨海救援的干預力度。断固たる措置を取ると、それが実行されると、そしてそれはいつでもその狀態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日票聲帶暫時緩解日本進口物價甲通膨的壓力，也毋過這波互惠效果會當維持偌久，由原有台市流減減。公視新聞4派選編譯。中度風颱北海地目前穩定向西邊行，這離台灣還有2700公里。氣象署預估講呢，這北海地是拜六上接近台灣，也因為暴風圈範圍較大，氣象署上近拜五過頭發布海上警報。若拜六禮拜是上風颱影響台灣上明顯的時陣，特別是北部和山區有的所在可能會落大水雨。天氣熱翕翕。拜一下晡點半左右，桃園出現38.8度的高溫，台北也有38度。氣象署表示，這兩天各地天氣攏是濟雲到好天，不過受到中度風颱北海地外圍環流的影響，氣象署提醒，這禮拜刷落來的水汽是愈來愈濟。拜三開始，落雨的幾率也對咧增加。週三、週四，整個迎風面的水汽在增加。週五呢，颱風預估會來到琉球群島附近，整個西半部迎風面降雨幾率是明顯的增加。週末2天呢，預估還是在颱風最接近到台灣的時候，特別是北部地區及中部山區，要留意持續明顯的強降雨，可能會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出現。氣象署指出，目前北海地風颱離台灣2700公里遠。
橫，穩定向西邊行線。按算禮拜行到日本琉球群島附近的時陣，會滑向北邊。雖然即馬也無法度確定伊未來的路線，不過因為伊的暴風圈範圍較大，所以氣象署上緊會佇拜五過晝了後發海上警報。週五之後開始會有一些北轉的趨勢，暴風半徑預估在這個時候還是有320公里左右，所以在台灣附近，它就算有北轉的話，這個暴風圈碰觸到海警範圍幾率還是比較高的哦。拜六父親節，風颱影響偌大，氣象署表示會密切注意風颱行的路線。目前風颱暫時也未影響台灣天氣，不過對拜二開始，基隆北海岸、東半部沿海甲恆春半島可能會有大雨。若拜六禮拜是風颱上晚、影響上大的時陣，尤其是北部甲山區可能會落局部的大水雨。但是佇風颱外圍環流的閃方面，可能會出現火燒風，像拜四、拜五的宜蘭甲拜六的華東地區，攏要注意極端的高溫。記者顧耀基林旭凱台北報道。講到這個新冠疫情，當咧牙關疾管署預估8月中會來到高雄。另外呢，有風聲講民眾去餵到所攏無抗病毒的藥通好食。疾管署也講呢，餵到新冠病毒的患者呢，大先使用貝拉維含瑞德西韋等藥物。慢性病患者若準無法度來使用這貝拉維者呢，會當用替代藥物輸管效。就是這個對日本專案進口的新冠抗病毒口服藥物輸管效，會使使用無呼吸衰竭的大人，也有12歲以上的新冠感染病人，會使降低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併發重症，也有死亡的風險。也就是莫納皮拉韋的替代藥物。你開始有症狀3天之內來吃，效果最好。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抑制在病毒的蛋白酶，它就是減少它的複製，減少病毒量。減少病毒量就可以減少可能產生的比較嚴重的症狀或者是重症的發生。國內新冠的疫情繼續咧行，疾管署預估8月中旬會達到高峰，一禮拜就診的人數恐驚就會破5萬人次。不過，傳出慢性病患者染病了後，診所走透透攏無抗病毒的藥物通好食。疾管署進前已經發出醫界通函，講新冠感染的個案應該優先使用貝拉維，也有瑞德西韋等等的藥物。針對無使用貝拉維的病人，會使依照藥物的適應症，評估使用輸管效等等替代藥物。因原本慢性病患者使用的莫納皮拉韋已經在今年7月全部到期，嘛已經消費啊，未來袂閣買啊。這個不只是可以替代莫納皮拉韋，它的有效性、它的方便性，在機構裡面如果有群聚的話，輸管效還可以當作預防性的藥物。疾管署強調，最近新冠的疫情進入流行期，若拄當假日民眾急要愛藥啊，全國6都13大的假日輕急症中心 UCC 攏有傳新冠抗病毒的藥物。目前全國公費口服抗病毒藥物的部分，貝拉維有16.2萬人份，輸管效有1.7萬人份，用注射的瑞德西韋是有15萬人，會使因應這波疫情。記者綜合報道。講到即馬天氣較熱，真濟人喙暗攏掛袂調，毋若有這新冠的疫情，連流感的個案也在增加咯。這衛福部中華病院表示講，佇小兒科門診呢，有不少餵到 A 型流感的囡仔，甚至因規家伙仔攏去餵到啊。醫生也提醒講，厝內面若準有囡仔發燒、流鼻水等症狀，大家就要加較注意寡。囡仔人佇門診看病，規身軀無力，看起來真無爽快。台灣最近新冠疫情野關進入流行期，疾管署預估疫情觀點會出現佇8月中。另外，流感的個案嘛有增加的趨勢。衛福部中華病院表示，佇小兒科門診有袂少餵到 A 型流感的囡仔，甚至佫出現家庭群組感染。可能沒什麼力。對啊，沒力氣，他很想吐。半夜的時候也有燒，然後有燒到39。是弟弟先比較嚴重，他先去，然後那時候他才剛燒而已。醫師表示，其實流感病毒規年冬天攏存在佇環境當中，熱人嘛共款會有感染的風險。A 型流感的症頭除了會咳嗽、嚨喉痛、流鼻水等等，閣會有發燒、筋肉、關節酸痛，囡仔人閣開始出現想要吐、走白等等的症頭。最近的門診裡面，那有發現說 A 型流感的個案還是不少。現在夏天的季節，特別是現在暑假哈，大家聚在一起，那通常來講都是由小孩子先感染到，再傳染給家裡面的大人，甚至老人家。好，所以這個部分要提醒大家特別小心。
醫師提醒，5歲以下、65歲以上慢性病者高風險族群，若為着 A 型流感，較會有併發肺炎、腦炎等等重症的風險。尤其即陣歇熱，真儕人會安排佚佗、聚會，民眾愛接洗手、掛喙罨，降低病毒佇家庭甲社區傳播的風險。若是有出現發燒、吐、規身軀無力的症頭，應該愛趕緊去病院醫治，避免病情惡化。記者楊淑靜綜合報道。最近這幾年呢，真儕人會收集這遊戲的卡牌，那陣較珍貴的，唔通看講伊一張啊，驚驚領領，會當賣到30萬哦。不過，佇咧台北板間呢，煞有一間小洋卡牌社的負責人，甲這物件啊，個錢款款的就走路啊。受害者有幾落千人，金額也有可能達到幾落億。這受害民眾組成自救會，那台北市萬華分局已經受理報案，報請檢方偵辦。天門橋來佇台北萬家的小洋卡牌社8月初3一禮拜上班日頭一天，毋但無營業，甚至透早3點，無已經宣讀所有消費者賴群組甲社群賬號，為咗委託銷售，也是已過卡牌的人客，煩惱負責人是毋是錢款去做走，甲大陣得算的人寄賣的電視卡片，甲珍貴的預付款攏互款去。台北市法務局消保官特別到現場勘查，毋過人好走去，無人回應。認識周遭的都是10幾到50、60萬不等，對啊，然後聽說也有幾百萬的，可能好幾億跑不掉。受害民眾陸續向警方報案，各界底有受害人數可能幾落千人，損失金額可能幾落億，也有待確認統計。不過，真有可能是國內史上受害金額上大的卡牌詐騙案。團組負責人可能已經離境去泰國。對這代志，警方當日查證、確認行蹤，並報請檢方指揮偵辦。民眾如因本案疑遭詐騙或權益受損，請妥善保存交易記錄、付款證明及對話內容等相關資料，並盡速向警察機關報案，以利後續調查及維護自身權益。雖然敢若薄薄的一張，不過有一寡卡牌，尤其較稀罕、歷史較久，也是經過認證鑑定，介紹會真貴。像講其他業者手頭摕這張10年前發行的 PTCG 寶可夢集換式卡牌遊戲的噴火龍卡牌，市價都要30萬。當業分析，因為小洋卡牌社為今年開業以來介紹優惠，也甲願意予高消費的糾紛賠償，所以得到不少得算的人的信任。沒有拿到貨，我會賠錢給你。那他前面聽說已經賠過一次錢了，那於是就很多人都相信他可以。而且嘛建議得算的人盡量莫甲當作投資，上好是敢若收藏交易卡牌，而且上好選擇有代理商授權的業者，較會當避免類似的風險擱再發生。記者採訪報道。那陣咱買這電器產品用無到半年一年，煞壞去，了要修理，講愛開真儕錢，真正是使人心情介歹。消基會8日就宣布講呢，含這電器工會合作，推出着誠信商店認證制度，減少電器產品的消費爭議，希望會當透過第三方的認證，提供消費者值得信任的消費環境。因為消基會也講呢，認證目前已經開放申請了，打算11月公布頭一批認證名單。產品的保固的內容嘛，跟它的產品的保固的售後問題。民眾買冷氣、冰箱這些較貴的電器，若是歹去要安怎？有電器業講，報告要修理也是售後服務，若是和消費者交袂平，常常引起消費爭議。根據消基會統計，這幾年10大消費爭議攏有家電，所以消基會8日宣布，甲電器工會合作，推出電器業誠信商店認證制度，希望打造值得信任的消費模式。不是只有資訊透明以外，後續的保固等等服務等等，它都是我們覺得是符合這樣子一個誠信的，我們才會給它一個這樣的一個標章哈。我們會不定期的去查訪，好，那我們可能會去撤掉。消基會長期咧處理消費糾紛，嘛常常咧辦理商品檢測，這擺推出誠信商店認證，業者要通過資格審查、審議甲現場評估，才會當得到認證。電器工會表示，透過第三方的認證，對消費者甲家電業者攏有好處。要去優化我們跟顧客服務，不管是價格的公道，還有後續的這一些維修安裝的專業，都會一起在我們這個買賣的這個市場，把它建立更好的一個服務的品質。消基會表示，誠信商店認證已經開放申請，打算在11月初1公布第一波的認證名單。若是效果好，未來會繼續擴大到其他的產業。記者郭金王志剛台北報道。
同市政府推動中壢體育園區要起2萬人的巨蛋體育館 ，BOT 按算2個開標。不過在第二場又煩惱講，這體育園區的預定地附近車路攏傷過細條路，無交通的配套，未來交通就大拍結。桃園市中壢體育園區按算要起會當容納2萬人的巨蛋體育館 ，BOT 按算在2月開標。地方是真歡喜看到建設的發展，不過因為邊仔的道路有限，嘛互地方對未來那線場交通的問題感覺煩惱。道路規劃並沒有很完善，感覺好像寬度沒有那麼的寬。那這樣子會不會造成將來散場的時候會造成交通大打結？如果政府無法完善解決巨蛋退場離場時的交通問題，那麼這一顆蛋恐怕就會應了美英當時所說的中壢大巨蛋交通錯雷蛋。中壢體育園區 BOT 案是伫中壢區環中東路甲環運路的交接，基地面積大約9公頃。除了巨蛋體育館，嘛規劃一間購物中心，市府按算會當為民間帶來400億的資金，甲這搭打造做南桃園的中心。針對地方交通配套的顧慮，交通局表示，人調的速度以公共運輸為主，透過管制甲車輛的接送來減少衝擊。未來人流疏導以大眾運輸為導向，捷運為主，公車為輔。然後活動期間也會請捷運公司加開班次，然後交通局會配合檢討活動的交通維持計劃。覺得這家公車有用嗎？這樣是多少都有點改善了。將來這個部分的話，是不是說要把各方面的動線要標示非常清楚，不然將來真的會造成一個瓶頸、一個打結的狀況。交通局表示，體育園區初步規劃設10個到13個公車停靠月台，會檢討規劃公車的路線，提醒民眾坐公車的利便。嘛規劃停車格汽車4000位，歐多拜4700位，按算採用停車預約制加單一計小收費的管理方式，避免車輛佇園區周邊一直駛找無位，甲偷放散場的時間。記者綜合報道。台東的獨立和金樽的這2個海沙埔，攏有真濟人去遐取影。縣政府即擺也要來推設這2個地點，當做運動觀光的基地。東海華新光鎮獨立海沙埔是真出名天空之鏡觀光的所在，不過即擺有真濟遊客帶囡仔來這學衝影。都已經來到台東了，然後覺得衝浪的活動也蠻適合小朋友，就讓他們挑戰看看。國內會當提供衝影的海域無濟，安全的戶外學習基地佫較少。不一個天空之鏡海沙埔，平坦的海岸線較寬闊，延伸到海的沙埔較長。學衝影和觀光的遊客袂互相相克，防發現講是真適合拄學衝影的場域，不過真罕得有人知。不一個已經有衝影的教練佇遮推設教學。這邊淺灘比較長，然後下面它其實都是沙子比較多，所以就是相對於金樽跟河口比起來的話，這邊是比較對於初階的學生比較友善的地方。因為台東縣金樽海岸，逐年攏會舉辦國際衝影比賽，今年閣升級舉辦世界級全球橄欖沙額積分賽的其中一站。不過國內會當為細漢就培養衝影的選手場地無濟，所以縣府按算講要推設天空之鏡，變作是國內衝影的學習基地。記者綜合報道。台積電佇高雄南仔坑設廠，也那附近也新設一間南電國小，這是全國頭一間全國國企的國小，今仔日來啟用啊。校長就講咧，這1年啊有8個班攏已經滿了，也那2年啊到5年啊要加濟家長來問。市長陳其邁強調，南電國小的校園保留200叢的樹仔，整合着太陽能發電，逐年減碳的量大約是3座大安森林公園，也要成做淨零示範的校園。開放式的校園四個攏是樹仔，無論教室、圖書館、豐富球場，全部攏是更國企的。台東校舍的樓尾頂，閣有嵌太陽能板。高雄市南電國小是全國頭一間全部用更國企的小校。市長陳其邁講，總經幾十億掛，大概千掛萬掛，總算趕佇新學期開學前完工。希望這座淨零減碳的新校園會當成做全國的模範。減碳的工法跟建材，所以碳排減少了2000萬噸。那未來全24小時的太陽能發電及儲能的設備，那所有的電力在我們南田國小都是自給自足。南電國小大年級有8班，目前1年都已經就滿，因為台積電來南仔坑設廠，帶動北高雄人口快速成長。設立南電國小，除了解決當地就學需求以外，無論是校園的設計，還是課程的規劃，教學團隊也結合高科技的相關要素，設計兒童體學課程，培養囡仔獨立思考能力，唔通只做 AI 的工具。然後希望慢慢培養他的對於問題的思辨，然後
有理有據，然後把它邏輯想清楚，然後想得深、想得廣、想得遠，然後慢慢的去逐步的建構它的思考邏輯。它的應變能力。開放空間設計很特別，就是跟以往的設計都不太一樣，包含就是教室的規劃，這樣子就會讓小朋友比較想要可以離開教室，然後到不同的空間去學習。保留原地200叢的樹仔，融入整體校舍景觀設計。南電國小當年減排量達到3座大安松林公園的吸收量。校長講，除了1年招滿，2年甲5年的部分，有家長聯盟準備新學期要轉來南電讀。記者柯家朱、柯超陽、高陽昌報道。來看南投青北溪壽天宮是拜先天上帝，逐年攏有5、6千的進香團來遮掛香。壽天宮呢就舉辦着這進香基文化資產全台語學堂，要互民眾了解宗教文化。俗語講，內行看布袋，外行對人馬。真濟人捌一廟埕看鬧熱，這其中嘛有濟文化底蘊。南投青北溪的壽天宮，逐年攏舉辦學堂。今年的主題是紹介掛香的文化。除了上課，嘛互學員做香條，擱一廟前舉行車兵馬，了解規個科儀。最隆重的就是整個調兵調營啊，車會下段的一個儀式，就更了解這個儀式，不管是啥物民俗還是文化，咱就是愛傳承。以我家己本身來講，我是好奇，而且我想要更加了解傳統的文化，佮加上講，因這個是講台語的，全程攏講台語的。因為這個文化攏是在地文化，所以規個課程攏是以台語來上課，文物嘛是用台語來紹介，連壽天宮的報名海報嘛攏是用台文來書寫。只因過廟唔單是社區的信用中心，嘛是生活中心、資訊的交流站，所以希望透過課程，讓大家進一步了解。傳統的平安使用一個概念，就是伊是建立佇個社區間隔的平安。無某樣你就無法度，無迄個力量，你就無法度趕這個歹物啊。本節結果，讓這個心情較緊落來，互伊快馬加鞭安尼。壽天宮表示，台語是上接近這個文化的語言。舉辦這個文化課程的目的，是為着要讓更較儕人了解這個無形的文化資產，嘛培育地方的導覽人才，嘛大家會當重視身軀邊的民俗文化，進一步來保存、維護，啊擱傳承。記者安秀南投報道。歐洲的森林野火還佫佇咧燒，這南歐的希臘因為這高溫佫在透風，火勢就燒甲真緊。今早起呢有2台拍火直升機佇咧空中燒弄，2個消防員不幸過亡。大火甲高煙直直慶祝完，希臘當地時間8月7日下晡，2隻組來的貝尼消防直升機去希臘首都雅典西北邊的普薩薩區進行拍火任務。迄當陣當咧透風速超過100公里的風，互2台直升機佇個高空交會時燒弄，其中一隻導火爆炸，而且跋落山谷。一個丹麥籍飛行人員甲希臘消防人員罹難，另外一隻英國籍的飛行人員甲希臘消防人員受傷送病院治療。希臘的火燒山災情對7月底開始大範圍擴開，上無已經造成5個消防人員殉職，風速1點鐘內有120到130公里，互大火已經燒害120平方公里的森林甲農地，將8棟厝攏互火吞去。希臘已經動員約500個消防人員，而且得到法國、羅馬尼亞、英國的援助。Σβήνουμε όπου μπορούμε σε συνεργασία με την πυροσβεστική όπου μας πούνε πάμε. Αυτό που βλέπουν είναι ότι δεν υπάρχουν αέρια μέσα, πολύ λίγα ελικόπτερα, αεροπλάνα όχι. Δεν είναι μια ωραία κατάσταση έτσι. Το φαινόμενο τώρα εδώ είναι θλιβερό. Ο αέρας είναι πολύς, αλλάζει συνέχεια κατεύθυνση. 希臘警方已經抓到2個牽涉疏忽引起火災的民眾，導火原因那像就是私人風力發電機出火星。也若法國甲西班牙的火燒山災情，目前已經漸漸受到控制，進前體力的民眾也豆豆返去厝。也毋過歐洲這屆因為高溫可汗引起的火燒山災情，已經燒害43.3萬公頃的土地，差不多是1/8的台灣。可汗也互德勒河的水位創歷史新高。匈牙利政府宣布要關國內唯一一座佇布達佩斯以南的帕克什核電廠，這也是這個核電廠44年來頭一屆停機。這個核電廠負責匈牙利1/3的供電。匈牙利總理強調，未來5天就是關鍵，氣溫會升到40度，呼籲民眾要愛小心渡過難關。公視新聞景元慶編譯。咱做伙來看明仔載天氣。基隆、台北、桃園、新竹對27度到36度。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對26度到34度。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對26度到35度。宜蘭花蓮台東對26度到33度。平湖金門馬祖對27度到33度。還有未來3港的氣象。新聞最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夜新聞，我是嘉豪，明仔暗時7點咱再相會。